总统赖清德来宣布，要伫个未来8年投入到1.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，但是伫个立法院哪像卡条咧？国民党团讲，伫个赖总统承诺进行国情报告进程，会先互对方一个缓冲期，所以今仔日的定数委员会会甲这个军购案暂时延后来立案。那民进党团是呼吁在野党爱按照法规来排审。后备部队高调增加无人机的训练，提升警速的战斗。总统赖清德视到宜兰后备路实行实战化目标，严格进行加码1兆2500万国防预算。立法院国民党团各再出招，我们会给总统府跟民进党中央一个缓冲期，所以在今天的程序委员会把这1.25兆的部分，我们会暂缓立案，排定审查的顺序，那并没有所谓的暂缓立案的这样的一个权利，呼吁再也回头上岸。那边国民体制更加要求总统赖清德实行选情行动，去立法院进行国情的报告，而且爱随问随答。我们在这里希望赖清德总统一本初衷，能够到立法院，能够有问有答，一问一答。相关国情报告，我们都可以后续来讨论协商相关的方法、时间跟内容，但是请遵照宪政程序。那报告的形式引起论战，民进党秘书长齐国勇也辩论讲，总美用的变数上了，才要卫生纸。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军购当成在讨论的。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兰德纳和4岁红人手。以台湾当日增加国防开支是一个好消息做主题，导出华盛顿邮报。内容更加讲到，要互战争的大家更加存和平一个唯一的选择。台湾当日建立自保的能力，认为华盛顿应该支持。民主电视会判共同抵抗强权的威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